哟，不上的设备100呢？几个？啥几个了？你妈几个你妈？七把他们，你不是你几个？你个无机呀！你个没花看到无机了。几个？心中没有加蘑菇了。几个？几个萝卜？几个？那几个了？几个？你看都做对了，几个了？那几个了？这垃圾。哎，你们嘛那不？拿了阿婆。救我！我都没有你。来。哟，不上的设备100呢？几个？啥几个了？你妈几个你妈？七把他们，你不是你几个？你个无机呀！你个没花看到无机了。几个？心中没有加蘑菇了。几个？几个萝卜？几个？那几个了？几个？你看都做对了，几个了？那几个了？这垃圾。哎，真吧我。把这个了，不做了。我上呗。爸爸叫爸爸。我就算给你100无机100翡翠嘛。你他妈个阿爸不要嘛？我得背，我就等会几个岁，我都没了嘛，他妈。再给我50万吧，我给他700万。那把你们不要你干的了，别阿爸。让人弄上来。做不了货吗？就是几高哦。怎么弄的？几高没？哎呀，你阿爸不要我领了。俺那头了面不是几高呗？你头了面吃别的。头了面不？几个了？我老板娘工资的。你阿爸不要嘛？你弄上来。你家毛用啊？这随便不了了。我家好的了，那个。几高弄，老板，快点来帮我做这个。几高弄，几高弄没弄。家毛了。别了，你好。你看你怎么办的？看你哟，看你。哎呀，什么口红？我的天哪！阿爸不要嘛？他说不要，我不要。对哟。他这嘛叫做。他没有化开，他就是无机，在粉丝眼里都是无机。你们说这个是不是无机？我请问呢。哎，来无机鸡肝呗，嘟嘟咯。这个姜毛的，你来用的了你。哎，那姜泡不？等我也姜泡不？一般是翡翠，一般不是。我刚才不是你那种，你阿爸不要嘛，叫了你哦。不是真的。你们说，现在今天说无机多还是说翡翠多？看一下，这个来上。俺们好不都标了，都背下。鸡肝标了免一道，你我不上背面，叫标了免一道，你有背面我。别说了，我跟你说，免东西，你阿爸不要嘛喽。因为说无机多，他就给我100，说翡翠多，其他我。来我嘛，他家毛不准你用啊，在这边没，好的就你阿爸不要嘛我。对不对？不懂哎，问到了吗？你在那看你们的哦。我其他还要插嘴，我插的哪好啊？不要在那看你说了给喽。对。没有那看你。怎么那看你？我看你屁股。那过两天到了要那看你就说。这我脚底了。那看什么意思？你那看呢？哎，你给我拿，你听到了？没有那嘛。其实怎么说，在我们眼里，他这种，在我的观念里，他已经算是无机了，他做不了货。这一半是做得了货，但是供不起货，所以就算无机了。在他眼里，他这个是翡翠的，只是说他没有化开这样。你那嘛那不？拿了阿婆。救我！我都没有你。我让你亲我直接跳下去这里了，我不活了。我跳下去你们就见不到我，算了，为了你们着想我就不跳了。叫不起不？几个多啊？叫不起吧？回家了吗？到哎妈，他们追吧，请你吃饭嘛。到哎妈，请你吃饭，到吧。走吧。老子等你这么讲的，对了。好别，你是老司机了，好歹，老司机了。俺也到了，去追嘛。阿爸不要嘛，叫你在家了你。请他喝饮料嘛呗，这事情就算了吧啊。走吧。哎呦。